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这时候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同心在神的面前，我们安静心，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集。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一里面，不管是课业、生活、工作，我们都能够你的祝福跟帮助。来看见神你所赏赐的祝福。主啊，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在神你的国度里面，不仅得蒙平安，也在2024的最后的年岁里面，我们能够好好的数算神的恩典，帮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主。此时我们要在你面前恳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学习仰望神，我们学习用祷告，我们学习在神的面前用更多在从你的话语里面来经历你。恳求你能够带给我们是生命的盼望，生命的祝福。我们要在你面前再次献上我们的恳求，愿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要继续祷告，我们要继续在神的面前，在我们今天晚上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来做认罪的悔改的祷告。2024年，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得蒙神的喜悦。我们晓得，若我们没有更多的祷告，或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依靠圣灵的更新、圣灵的帮助，我们必须要放下过去在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生命的捆绑，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寻求神的心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属神喜悦的果子，来荣耀他。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恳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许多时候我们做许多不合神心意的事，但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把我们的生命交托仰望神，愿你能够再一次将平安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做更新的工作，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在众人的面前能够更有力量，更有信心，更有盼望，来为主而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放下，学习许多的苦痛，许多的不谅解，许多伤害，许多埋怨，许多对神没有信心的依靠的行为，我们都要一切的放下。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再次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能够寻求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彰显出你的荣耀。主啊，恳求你再次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好叫我们在圣灵的里面的感动，圣灵的引导里面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谢谢主，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求神圣灵来更新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的生命。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夺去我的伤痛，解开灵魂的枷锁，胜过了旧的我，从此不再回头。让我们再次在神的面前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求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更新我们的心意，在神的面前得蒙神的喜悦。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
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你当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挪去我的伤痛，解开灵魂的枷锁。承受了受的我，从此不再回头。在我敌人的面前，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挪去我的伤痛，解开灵魂的枷锁。胜过了旧的我，从此不再回头。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们摆设宴席，好叫我们能够从此抬起头，为主而活，不再难过。主啊，求你我们要在你面前再次向你献上感谢，求你的灵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心意，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得蒙神的喜悦。主啊，恳求你怜悯我们，祝福我们，在新的年日要到来，我们的心要再次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主你面前。愿你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得蒙主你大大的赐福。感谢赞美主，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做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在荧光幕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预备心，将你的奉献对神的感恩，我们透过行动，透过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旧的一年当中，我们向主献上感谢，也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再一次恳求神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得蒙更多的祝福，来回应上帝，荣耀神。我们一起起立，同心来做奉献的一起来唱奉献感谢的诗歌。我来到你面前，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
来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请坐。这时候牧师来做消息的报告，我们音乐继续哈。好，我们在本周202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感谢上帝的带领，相信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上帝在旧的一年当中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生命的许多祝福，也期待在2025年，我们更多在祷告里面，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无论在学校、在生活、在课业、在工作上面，我们都要一起经历神丰盛的恩典。跟你旁边的人说，愿主的福恩，愿主的平安赏赐你新的一年。愿主的福恩，愿主的平安赏赐你新的一年。我们在2025年的新一季的服事表已经安排出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参与服事的，也请你在1楼的地方来领取那我们在长执会在第7次的议事录当中，我们有决议，在2025年的2月9号，我们要将华语礼拜调整到礼拜天的早上11点到12点。那我们请各位参与华语礼拜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留意。那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是礼拜天想要去参与我们教会的聚会，但是有些时候是因为语言上面所以牧师也期待我们能够用在礼拜天的时候。那如果你早上想要听听看台语的部分，学习台语也可以，那原则上是一样的。那如果你参与是在华语礼拜，牧师也邀请各位在座的，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安排参与第2堂的华语礼拜的侍奉。那我们在小组长与牧区同工，我们请在1月9号以前能够将2024年的事工报告、2025年的事工活动计划，能够在1月22号以前能够1月9号以前能够提供。好，那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在我们这个年度最后一个主日那我觉得应该要好好去反省到底我们的生命在旧的一年当中，我们有没有得到生命的成长？那有没有灵性上得着不一样的改变？那我觉得我们在回顾这一年当中，我觉得我们到底有没有看到神的恩典？我们有没有体会到上帝的祝福在我的家庭，在我的工作，甚至让我这个生命不一样，甚至经历了不同的挑战？有吗？有的话，跟你旁边的人说，期待你有。再跟他说，期待你有，但你要懂得感谢上帝。期待你有，但你要懂得感谢上帝。诗篇90篇第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们想不想得着智慧？我们都想。但是如果你不会数算自己的日子，你不会知道自己的经历，你不会知道到底你遇到了这些事情对你有什么生命的帮助，那你就不会数算恩典。相对的，你也不会知道你的智慧怎么来了。所以当每一次牧师在分享我的故事、我的过去，包含神给我的意象跟看见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充满着感恩。因为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就不断的在修剪我、修正我的道路，让我看见我的智慧是神要让我数算我的生命的道路当中去看见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数算在原文的意思是心怀感恩的态度，而且他没有忽略大大小小的事情所带给他的每一项祝福，所以他会去感受到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他的生命、对我们的生命都会带来帮助。所以在进入2025年，
牧师要鼓励各位，我们需要重新立定一个新的志向，我们的生命要更新啊。所以我记得我在回想以前，我们只要一个学期一个年度学期结束的时候，老师一定会说，你们要重新立定志向，要怎么样？要写计划，你们读书要怎么读？可是大部分都差不多了，想的都差不多了。在我们那个年代，大部分我们小时候，几乎老师都常常说，暑假过后要怎么样？都要先写一个计划了。可是每次写的，我就觉得差不多了。好，所以我们要重新再回想，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个改变？我觉得在我们生命当中，牧师要带领大家，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申命记》第8章1到20节。好，那牧师今天分享的这段圣经节呢，在里面我要提供3段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一起来读经，好不好？最后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多读一点神的话语哈。那我们一起看哦，一起看，然后一起来读。如果你手边有手机，如果太远的，我们也可以移一下脚步到近一点的地方看，会比较容易一些哈。好，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上帝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上帝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油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们若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随从别神，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话。好，这段圣经节《申命记》第8章，是摩西在以色列即将进入应许之地，
他们在出埃及之后，在旷野40年了。可是，在旷野40年当中，神应许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所以，当他们准备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迦南美地的时候，必须有的劝勉的话。所以呢，摩西特别在这当中语重心长的告诉他们，透过神的话语在提醒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要结束的时候，必须要去回顾啊，要回顾上帝是信实，而且他是供应一切所有的上帝。所以特别提醒百姓，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这让我们想起什么？当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就会忘记？那我就在想，现在我的孩子已经不像我们以前那个时代，甚至我也不像我妈妈、父母亲那个时代。你会发现时代在改变，越年轻的年轻人，他们越难得去体会到能够有自由，能够拥有平等，能够拥有在很多的祝福当中，他不知道该如何去看见那个背后有人在努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到神丰盛的供应跟恩典的时候，当我们进到神为我们预备大桥教会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经过几年？已经经过第3年了。可是当我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是否遵守他的诫命？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里面都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上帝预备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要如何遵守他的诫命？这也是牧师今天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看的。第一个，当我们我们要如何来遵守他的诫命？第一个就是要谨守神的诫命。圣经在申命记第8章第6节，我们刚刚有看到，我们再一次一起来读哈。来，你要谨守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神的话告诉我们，上帝要求以色列民遵守他所赐的诫命跟律例，这是所有一种全心全意敬畏神的人都必须要学习去遵守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他应该以神的话在他们生活当中的准则去走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想，神如何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读经啊？我们有没有用神的话来成为我们学习遵守跟随主的道路啊？我们有没有听牧师的话？有没有听我们的长者、领袖、属灵的长者的话，在提醒我们要祷告，要读经，要与人和睦的关系？我们甚至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学习奉献，我们要学习去服侍，我们要学习去爱主爱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时常去思想、省察我们的生命是否在神的旨意当中行啊。所以刚刚我们一开始敬拜以前，牧师先邀请各位做什么事情？认罪悔改。其实我觉得每一次不是只有在最后一周我们才做这件事啊，应该是每一次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自己就安静心。所以我就会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会提早来预备心哦，他就在神的面前就先祷告，说主啊，我赦免我，在我的缺乏里面，我需要得着你更多的力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时常在想，我的孩子为什么有些时候我跟他讲，他好像听不太懂，每次都做一些让我很生气的话。我就在想，我的话语是不是属神所爱的？我所讲的话语是不是真的有爱啊？我所讲的话是不是有同理心啊？所以我就开始在反省，我们教导的话是否正确了。所以这个，当你有教孩子跟教出成果的孩子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哦，都有在教孩子，但是有没有教出成果，那就不太一样哦。有教出成果的孩子，话语是什么？那个话语是带有能力的，那个话语是属神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到底是让人看见哇，你好有和蔼可亲哦，还是让人看见你所讲的话的背后充满神的爱跟神的恩典？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愿你所讲的话是神所爱的，愿你所讲的话是神所爱的。所以在座的年轻朋友，当你每一天你要跟爸爸妈妈要求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先怎么样？你要先懂得
你所讲的话是不是神所爱的？我今天我的孩子跟我讲说，爸，我想要打电动，我想要看电视。我跟他讲说，来，我教你们，从现在开始，你们要问爸爸妈妈，你想看这个打电动也好，我会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开始学习换一种方式，就是什么？说爸爸，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做的？还有什么事情我没有做完的？还有什么事情我没有把它做好的？我希望你们都要先做好，你们要先想清楚你们该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你想完做完，就算有可能你不知道，有可能会有疏忽，没关系。但是我要你在回答要问我你想要得到什么以前，请你先问我，你有没有做好？好，你要先想，爸爸妈妈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做的？好，免得当我跟你拒绝说不行，你还有事情还没做，你就很生气，很痛苦。哇，光这个，我今天跟我的孩子讲这些，我还跟他考试哦。我说，如果你这样子做，爸爸还会不会对你拒绝？会不会生气？他说不会。那你懂了吗？好，我再问一次，请问你想要得到看电视，你想要打电动以前，你必须说什么？他真的讲出来。他说要先想一下，我有没有什么事情没做好。我就发现，对，以前我怎么教了那么久，为什么我都没有搞懂？原来谨守神的诫命，谨守父神的话，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学习在神，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这是一个第一要紧的东西啊。所以今天你来到教会，不单单是在做什么，是妈妈叫我来的，不是谁叫我去的，是我们学习去让我们的生命去守一个什么，是一个真理啊。你的一生如果有这个真理作为你生命最好的帮助养分我告诉你，那比起你看了好几万本的书还要来得重要啊。所以还记得我们看到这个现在有一个政治人物刚放出来，对不对？听说在里面看了一大堆书了。我心里来想说，有没有人跟他传福音啊？我希望他看的是圣经啊，是看的是属神的真理的话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需要谨守神的话。第二个，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在上帝预备的地方进入迦南美地的当中，我们要如何遵守他的诫命？第二个，要记得上帝的供应跟试炼。今天的圣经节申命记8章3节，我们再一次读他苦练我，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他们没得吃，他们吃什么？是吃玛纳，是上帝的赏赐。所以不断的在提醒他们，你要记得上帝的供应。我觉得大桥教会我们也要好好去思想，要去回想那一些为教会在奉献的人呢，我们是否有一颗感恩的心呢？不要想说那是有钱人，那去做就好了，这叫做没有感恩的心呢。教会的人，如果你懂得感恩，你会懂得更加的要怎么样？爱喝宽台郎啊，在外意思啊。好，所以牧师在教导我们的同工提醒有人他愿意奉献为教会来奉献的人，我们要懂得要向主献上感恩之外，我们也要懂得祝福他，让他的生命，让他的工作，让他的产业怎么样，要得着的更丰盛，不是吗？如果上帝为什么会让他赚的钱比你还多？一定是什么？一定有上帝的心意嘛。上帝让每一个人的生命、智慧、能力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软弱不足的时候，不要看不起自己，你要更加的努力，求神给我们智慧。要记得，上帝是供应我们的，我们不是单靠食物、单靠金钱，乃是靠神的话语。上帝提醒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供应跟试炼是要塑造他们。所以，当我们教会没有钱的时候我都会期待我们大家齐心为教会祷告。这几个礼拜，每次每一个月到月底只要有一些经常费要发薪资发不出来的时候我都说什么祷告啊。前几天就有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就透过
我的妈妈透过谁，就来了，我就觉得感谢主啊。可是我们自己人，大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去了解？有没有了解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上帝在供应，难道不是吗？所以当我们缺乏不足的时候，要记得要怎么办？这段话在告诉我们什么？当你功课不好的时候，当你功课想要得到更多的智慧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我告诉你要读神的话。我以前功课不太好，国中真的不好，我就怎么样？有人告诉我要读神的话，真的吗？我不懂，神的话跟我的数学理化有什么关系呀？我终于知道了，因为当我读神的话，我会更加的谦卑，更加知道我自己的时间管理不好，我跟神的关系不好，我时常靠自己，我想要享乐，我想要做我自己喜欢的，我并没有好好认真在我的功课上面。我终于懂了。所以当我知道神的话帮助我的生命该做调整的时候，我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当我的态度不一样的时候，我的功课我就开始下进付出很多的劳力心力。我终于知道，当我一看我就懂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功课不好，在座的同学们，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功课变好，专注力提升，逻辑力提升，神的话是最好的帮助。所以在我国中的时候，我功课不太好，国二的时候我就开始发愤图强，读神的话，然后认真听老师讲课，然后认真写笔记。我发现我的逻辑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全班连第一名的同学都会要我的笔记啊。意思说我专注听老师讲话，能够把他所讲的用有逻辑的方式把它写出来。可是很奇怪，我的功课还是不好，但是没关系，我感谢神，因为我知道神要让我更加的谦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缺乏不足的时候，神的话真的会带给我们生命极大的更新跟改变。所以第二个很重要，你要记得，当我们进到神为我们预备迦南美地，明年新的开始，我们要记得，上帝供应了我们2024年、2025年，神还会不会供应？神是会的。好，第三个，不要忘记神。好，我们要怎么样遵守神的诫命？不要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申命记8章11节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所以这个最近我非常鼓励年轻人当你在学习新的事物的时候很多让你感兴趣的事物的时候，要记得你要更加谨慎，因为有太多外在的你想要的事情，你开始去学习的时候，你要更加谨慎，不要忘记上帝。为什么？因为危险通常在那个时候就会来了。当我拥有我喜欢骑的车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快哦，好舒服哦。你知道我骑多快吗？我开始去放纵自己的那种狂野，拼命在马路上奔驰，那一种，我现在回想起来车祸过你就知道，哇，主啊，怜悯我，因为我不够谨慎。当我们现在年轻人那个钟南现在有开始去潜水是不是？要小心哦，水是怎么样？要非常风险很大的哦。进到水里面，你要知道跟空气是隔绝的，所以在里面当中，我们不是鱼啊，所以要小心啊。在我们的生命，你要记得，每次下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带他们出去，一定做一件事情，跟原住民朋友，我们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钟南，我们会做什么事？祷告，我们会祷告，很有趣哦。我们要下潜的时候，我们会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此行是充满恩典的，是充满平安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忘记神。当人在顺境当中容易自满，摩西他特别提醒百姓，在丰富当中不要忘记上帝的供应。第四个，我们要记得神的力量，神是力量的来源很多时候，我记得我的妹妹她也是神男女毕业的，她现在是在当老师。不过我记得我在我国中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妹妹还蛮骄傲的，
因为他功课很好，好，但是我都告诉他啊，你们学臭皮啊，哦，你就要谦卑一点，谦虚一点。好，可是我妹妹她是很乐意跟我学习，所以在那过程当中呢，我发现我们的家庭每一个孩子，我们都时常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自己，生命当我们拥有的时候，要学习更加的谦卑。圣经的话这样说，8章18节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这个经文他特别提到强调，无论我们成就多大，所有的祝福跟能力都是来自于神。我国中，我记得我们家庭环境改变，我从那时候我们家庭都没有开过那个很好的轿车，没有。可是有一次我的妈妈，我就跟我妈讲说，妈，我们全家人去那个阿里山我们全家那个时候是开的是那种裕隆汽车，平平常常的，然后我们家5个人，我们都国中生的这些孩子，我记得我要上坡的时候上不上去，没办法上去，我的父亲叫我们下来，我就在那边看旁边的人，就说好丢脸因为我们是在后面推车是真的推车后面载着一些沿路所买的那一些高丽菜好糗那时候我都一直觉得外在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记得当时候我的母亲她时常提醒我说，人我们要时常纪念上帝，我们拥有的都是上帝给的，到现在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所拥有的时候，神都告诉我的母亲，要时常把这些所得来的财物，所得来的财富，都要怎么样做奉献。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懂得感谢上帝，神会不会再赏赐给你？你相不相信？神会不会赏赐给你？会。但是在于你的心有没有时常去教导，时常去诉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奉献，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要记得神是力量的来源。第五个，我们要警惕拜偶像跟背叛。申命记第8章第19节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有很多外在的事物会吸引我们，想要去接触，想要去碰触。所以牧师鼓励各位，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有新的行动。你要开始安排，在你的灵命要有优先顺序重来，要有优先顺序。什么顺序？你要懂得读经什么时候要祷告打手机看电视看 YouTube 很多事物都你很喜欢的，你会想说先完成了再来读经祷告。甚至有些时候那些事情完成了都好累我就睡了，一天就过了，就忘记了。所以优先顺序我们都是把上帝摆在最后那一位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我记得曾经有年轻人，我以前带大专生的时候，有年轻人说：哇，伟渊哥，你会唱歌，然后讲话又好听，然后我就说怎么了吗？他就说你是怎么学的？我就告诉他我没有怎么学，我都在教会，我学习读圣经，读的字正腔圆，然后把它读的心坎里，读到我的心坎里，然后呢，用诗歌赞美上帝，用弹吉他、弹乐器。所以我记得我在高3面对大学联考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开始开吉他班，我就开始学。学完以后，大学的时间因为没办法，我就自己学，然后就在教会参与侍奉。慢慢的到现在，我做牧师了。我发现这个能力就成为我非常好的帮助。所以我也很感谢神，这个中选中南他们有把牧师的话听进去，所以他们现在是什么？是我们教会很重要的敬拜的同工可是我要告诉各位2年前2年了吧？2年前他们是什么都不会，可是现在他们可以怎么样？感谢主！我记得这个中选的同学定伦的妈妈，她现在也开始在学吉他，
好，所以感谢主，之前我们有一个金慧姐妹，她也拿了好几把吉他，她是她捡的，因为她捡拾回收，所以大楼有些时候都会丢出来。她去乐器行看到外面，她说牧师要不要？我说好啊，你看一看，如果没有破的，你就把它拿来。拿了以后发现，哎，好几把都不错，像我今天弹这一把，我就后来再把它整理一下就好了，很好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学习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很多东西神就会加给你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想说我们没有，反而我们要更多在祷告里面求神给我们祝福。这个姐妹她不想拍摄了但是我带着她的孩子叫王月成，她之前都有一个妈妈她结完婚以后生孩子，现在因为她还在调整身体，那她带着孩子来到教会。这个精灵姐妹呢，她在讯息当中，她最近发生一些问题，特别在工作上的问题，她希望求得到帮助。她说：“牧师为我祷告。”我说：“好，我为你祷告。”然后呢，在祷告当中，我很担心她因为没有拿到她应该拿到的薪资而难过。可是因为她的孩子，因为透过祷告，她的生命就改变。她来的时候，她说：“谢谢牧师，谢谢牧师，你带我祷告，祝福我，也让我在祷告当中去经历到上帝是真实存在，甚至她知道怎么面对她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她来的时候，我看到她的时候，我看到她的孩子，感谢主，就是平安。然后她本身很喜乐，很喜乐，而且她的荣光不太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很感谢神，实际的行动，当你把灵性的优先顺序排好以后，你的生命就会改变。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属灵生命次序要搞清楚。你的属灵生命次序要搞清楚，很重要。生命的更新一定要先做这件事情。第二个，我们实际的行动就是要忠于服事跟见证。好，所以我也非常鼓励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当我们礼拜六或礼拜日，我们参与侍奉、参与聚会，牧师也鼓励你们要把它视为很重要的事，把它当为重要的事情，甚至摆在第一位。没有什么事情会影响你的，就是什么？就是唯有亲近神。好，这个把它摆在第一位，你会发现你做很多事情、态度、做很多的决定，都会以神的事为念的时候，神会帮助你很多。好，那我们要怎么样侍奉神呢？哥林多前书55章58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尽力了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牧师刚刚有分享到很多，我在教会，我在神的面前，我时常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摆上。从国中、高中、大学、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每次去教会我记得父亲为我买的一台新的脚踏车，捷安特的，我现在还记得3800块，当时候是算很贵。3800块，前一天礼拜六拿到，很高兴。隔一天去教会的时候，我就去打电动。上完主日学，然后就约主日学的同学朋友就说走，我们去打电动。然后我还把身上应该奉献的钱还偷偷的，我记得我没有奉献。妈妈我记得好像拿100块给我，我就把它拆成几块钱零钱，然后零钱奉献，然后其他的拿去打电动。然后呢，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终于知道了。礼拜天，当我在打电动的时候，我想说车子放在那里应该是没问题啦。结果呢，我一打完这个关卡的时候，转身看一下，什么车子不见了。所以我记得那一次我被惩罚得很凶。我爸爸回来的时候叫我跪在那个柏油路的马路上，国一还国二的时候。所以我回想起我的生命，在那段时间，若没有神的教导，若没有我家庭家人的提醒、严格的管教，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样为神摆上啊。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常常尽力做主工，劳苦在神的面前，神都告诉我们，这不是突然的，他要让你的生命不一样。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服侍神，你的生命也蒙福；服侍神，你的生命也蒙福。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这个是台南圣教会的大概5分钟我们一起来听歌啦我们来回想一下
看一下这首歌，它的歌词在讲什么，也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里面所提到的。好，子安把滑鼠点一下荧幕，对，好，移开下面就好。只有脚下的尘土，漫长的旅途，谁来指引眷顾？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把你的生命放进去，哈。你用云彩不分日夜的守候，一天又一天带领他们停停走走，漫长的旅途从没有缺席，一直在左右。
这首歌哈，生命中的云彩，它里面提到，当我们的人一生当中都会看到许多的旷野、无助、软弱的时候，但是神有没有离开我们？神没有离开我们，而且他每一天带领着他们，带领着我们走在不一样的道路上。他永远一直跟着我们，他没有缺席。甚至呢，他40年来，你可能现在没有活那么久。我们说2024年1年下来，神让我们我们都还穿得暖和，吃得足够。甚至呢，神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对主说：主啊，让我看见，让我看见在生命当中你信实可靠的生命在我当中，从今时直到永远。求主帮助我们。我非常喜欢这首歌，他说最后说：主啊，让我看见生命中的那朵云彩，无论我的脚步走到什么地方，有你同在就有希望，有你同在就有期待。最后他说：你同在有盼望，你同在有期待。我们把最后那个红字跟最后那一个把它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有你同在就有希望，有你同在就有期待，你同在有盼望，你同在有期待。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主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我们要学习谨守神你的诫命，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生命是神你在供应跟试炼。有许多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你的力量是赐给我们充充足足，让我们可以抵抗，让我们可以去面对。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为一切外面的事物而所引诱，而忽略了敬畏神。恳求你让我们有一颗敬畏主你的心，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期待有新的盼望。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帮助我们在你福音的禾场里面做好的管家，勇敢的为主你传递美好的福音，带领我们的同学，带领我们的朋友，带领我们身边周遭的人，透过我们生命的陪伴，也让他们认识神，看见神的荣耀。谢谢主，愿你再次将平安喜乐赐给我们，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朋友。向你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到7点20，我们在明年度起，在下个礼拜我们还是一样维持在礼拜六，我们到2月9号我们会改成礼拜天的下午11点，提醒大家，也愿主赐福大家。好，我们一起